那洛神花，番茄，那番茄，你破个草，灯笼草的果实。哦，你看那个果实好大粒哦。哦，要这什么姑娘果呀？有的说姑娘果。哦，里面金黄色的呢。哦，里面金黄色的呢。里面金黄色的。姑娘果。姑娘果果灯笼草结的果实，你看，哦，有的金黄色的呢，这黄的，有的叫那个姑娘果，娘惹草，这番茄，这洛神花，掰开把它剥开，它的这个晒干种子晒干，有的会有臭虫的。这个花瓣哦，把它晒干了可以煮汤，可以加甘草一片，或者加那个叫什么陈皮一片化痰。你看这洛神花的种子，洛神花有成熟有种子以后就赶快种啊，到了冬天还是可以开花结果，要把握这个时机啊。